诶，等我一下吼，摕一下水。好，咱开始哈。因为爸比有一件代志哈，今仔日可能无倒来。好，咱开始吼。1646年7月14、15号，阮无用伫为着边堆船眼来你装存落来的物件吼，像丝甲落皮等等的物件。该船伫个下晡满载着货物，搁再去停伫个即个海楼上吼。有一只篷船对打狗来到遮吼，坐6个人，再有305道的即个大道甲小道的房啊吼。也有4只篷船对西南沿海来，再有86个西南人，再来陆下的货物，一订黄金508拿，又搁377担的冰糖，18包抹布，200担面环，298稻米，435拿砂糖，2包空眼布，9拿面粉，17担的白蜡，甲160箱的面膜啊。7月16，早起甲以后规工拢好天，下晡要送去日本的物件，伫龙托了后，伫回年签名，并且伫阴暗要含这2只船的主管来实行。手机也无电。7月17，好天，风大部分是对北边吹来，边对船舰号以及快艇 Brunswick 拢趁着风来咧起定，及时来出港。上述的边对船照本个月12号的决议要航往日本，边对船是干死吼，快艇是 Brunswick。快艇 Brunswick 是要航往平湖群岛，有下列的船只对几个所在来遮入港，合计坐237个人，就是有一只篷船对北平的淡水来，载26稻米、26稻即个水、16领的水落皮、83领的落皮、56领的山羊皮、40担的咸鱼。有一只篷船是对南坎溪来，再来1600领的鹿皮，4篮的鹿仔肉，70领的山羊皮，甲2担半的鹿骨。有7只篷船对西南沿海来，合计载有下列的货物：773篮面粉，344篮砂糖，100担水泥，150担的盐，5000倒遐19稻米，150个铁锅。35担的糖浆，180捆的茶棒，42篮的乌糖，114袋烧麦，9包茴香，72大罐西南麦酒，110篮面粉，160包薰草，甲117篮冰糖。7月18，搁相当好的天气，风又原是对北方吹来。早起，阮看见昨出航的迄2只船，伫咧即个港外海上，但是下晡呢，就航出阮的视界咯。今仔日阮写一张批去淡水，互下设上员努白。批呢，按照本个月12号的决议，命令迄寡主管，甲因驻军当中破病上严重的20个人送去归人吼。伫因
我若感觉即段我是读过，我是进行是毋是？我是毋是混毋对去？为虾米？等下吼，我来看一下，我昨昏的进前的录影是到底是读到倒位？哪会感觉读过即个内容？对啊，已经读到8个，我写毋得去。8个、14、15、16。哟，我是进前录影无去 YouTube 录影无去录着，还是安怎？哦，我迄个袂记改迄个顶头一个。好，安尼了解。8月14、15、16应该是读煞吼。放只声音来听看觅。你荷兰人，我无去甲恁斗相共吼。这嘛是地叔讲后壁荷兰人失去台湾的一个原因吼。这以后咱看到，咱再来讲吼。好，今仔日看到这8月16号吼，1646年，咱好来。竟然我读过搁重读吼，8月16号啦吼，应该今仔日对8月16号以后吼开始读起。我显一个。好，8月17吼，今仔是对8月17。我拄则想讲，我记得我昨昏读过8月讲天气足热，结果佫读转去7月吼。好，8月17号炎热晴朗的天气，风对南方吹来。阮游园无用伫为着船只 Syrup 号和 Newman 号装载要载去日本的货物。今仔日也伫发布议会无用一阵啊，有2只篷船对遮航往西南沿海，合计坐30个人，载去83担盐、50担沉，甲10篮的鹿仔肉。然后一只篷船航往丹角，一只航往南部的淡水，拢一干载地床卵，合计坐21个西南人。8月18。透早边头迄阵，较北的河内靠栈桥要来落所载米啦吼。今仔日甲4甲西部装去Newman号甲 Syrup 号。8月19。好天，风甲即几工相像，对南方继续吹来。下晡边头迄阵，Newman号来停伫咧海楼上，和快艇 Syrup 号拢已经完全准备好会当航行，也已经甲即寡船的主管来试行。迄寡要送往日本的物件，伫咧拢托了后，伫咧议会里签名交互因，以便因明仔载透早来出航。8月20，温暖舒适的天气，风对东南方吹来，迄2只要航往日本的船就趁着风，适当来利用海流来及时出港。暗时已经驶出阮的世界，对边头迄阵较北的河内落米的工作也已经进行顺利。有一只篷船载着一寡北上的货物航往德产，载有8个西南人。有一只高野船对片湖来到遮，坐4个人，载来一寡杂物。
821。好天风向多变，早起看见海上远远的所在有一只荷兰船。下晡该船就平安来到这个城堡下面来停泊，是边队船 Hillegarsberg 号，来自东京，就是即马越南的东北部。所在货物总价值是93000外毫吨，主要货物是锡，是该栋边队船 Swartenbier 号伫本国月1号同齐航离开东京，但是伫本国月14号和另外迄只船来分开，各往家己的目的地来前进。阮对个上级商务员 Anthony Brockhurst 会来批。知影讲，等下吼 ，Brockhurst 后壁注有括号写内容写讲，顶个月最后一天写伫个卡西哦市内，就是即马越南的哈诺伊啦吼，哈诺伊即个所在对这只写出来一张批吼 ，Anthony Brockhurst 所写的，讲该公司伫个该国的状况。大体上还阁算好，但是并无如所愿望的遐尼好。该国的国王伫个因一到遐的时阵，就真无道理来因，要求要37箱的银等等物件。不过后来伊供应4为条件来交予伊25箱的银来算甲安尼个按来就对了吼。贸易的情形今年嘛真歹。死比明年啊，搁较贵，原因是继续咧战争吼，以及无法度来进行第二期即个饲牛啊，吼，第二期饲牛啊，即个工期无法度进行，和其他的意外事件。牛啊就是蚕宝宝啦吼，外语叫做蚕吼，台语直接叫做牛啊。而且阮细汉时阵饲牛仔，讲牛仔是袂使叫一只两只安尼吼，袂使安尼叫吼，爱叫做一仙两仙吼。我毋知影你毋是安尼讲吼。阮细汉时阵饲牛仔拢安尼。结果阮最近也时阵饲的牛仔，大部分拢到尾去互狗遐咬死，印象中。要饲到拖到第2代足恶吼。好啦，继续。毋过最后呢，还阁有买到约2万两银的丝甲丝布。今年即个一关吼，也以希腊皇帝名义派一名侍臣。各位，即马一关和较早迄个一关已经是吼。无共啊吼，即马一关足穿的吼。以希腊皇帝名义吼，派一名侍臣，领2只胖船和2万两银的资金去遐，去倒位啊？遐毋知倒位吼。该国的人吼，显然是因为惊即个一关啦吼，所以对因的尊敬，远比对阮搁较悬较侪吼。就是较尊敬一关，较无尊敬荷兰人啦吼。所以讲，即个讲一关以希腊皇帝名义派一个侍臣，吼，带2只胖船甲2万两银的资金去即个东京遐啦吼，越南东京吼。所以这个越南国王就对伊足尊敬吼。住伫遐的阮的居民所生起的迄间徛家，去互好烧歹，造成公司的损失吼。毋过公司的物件有价值464两金银吼的商品有抢救出来，阿罗上帝！阮命令即只便队船 Hillegarsberg 号今仔日下晡就来瓦克栈桥，紧来装迄个要送去日本的货物，因为即只船是一只真好的便队船。
经过商议了后，决定讲，伫咧东京所在内号门以外，虽然讲迄个号门的总价值已经真悬吼，伫咧东京湾内号门以外，明仔载就是对越南在来啦，会号门以外吼，明仔载透早要搁甲存落来10大包的波斯的丝，以及伫咧台湾遮所存落来全部的落婆甲抹布装起哩，以便改船后日准时出航前往长崎。今仔日有一只篷船航往北部淡水，坐27个生仔人，载去80担盐、35篮的乌糖、200捆的薰草、20匹空眼布、80罐的一个阿拉酒和8刀的小麦。3队呢有下列的船只对几个所在来遮入港，合计载有133个人，就是有一只篷船对江南沿海来载有800稻米、4担沙鱼鳍啦吼，鳍是华语的鳍，鱼鳍吼，我来查一下鳍台语是要安怎讲？应该安尼讲语变啦吼，应该毋是台语安怎讲，应该是查监字典看即个汉字要安怎读吼？因为可能有即个汉字，但是实际上伫咧台语内底并无摕来用咧讲吼。好，读做旗吼，即个汉字读做旗。鱼骹只趾顶面的骨叫做鳍吼，鱼鳍鱼的名吼，嘛叫做鱼的名叫做好鱼鳍啦吼。看开始有安尼咧讲吼，我查一个啊。台语大词典吼，有用到即字无？汉字，旗吼有旗吼，我看有啥物词是旗开头的，无旗做尾呢？我敢若有鱼旗尔啦吼。好。4担沙鱼旗吼，伊后壁佫有括号写鱼翅吼，鱼翅到底是安怎读的呢？我就感觉这应该是翅，但是大家都鱼翅吼。我来查一下，监字典即个翅膀的翅，呦，真正读做翅呢吼，鱼翅吼。我查一下台语的即个，敢有即个鱼翅吼？台语大词典就有收鱼翅吼，鱼翅，过说是沙鱼的迄个鳍啦吼，用来做料理的材料吼。其实我会较爱读做鱼翅啦吼，鱼翅。好，4担沙鱼翅吼，沙鱼旗啦。伫400年前，荷兰对新仔来的篷船就已经有载即个沙鱼旗啊吼，鱼翅吼，55担。55刀护礁甲3担水牛角吼，这是对江南来的一只篷船。有2只篷船来自廖罗吼，廖罗汉字啦吼，伊原文是 Leauli 吼，认为讲这应该就是廖罗吼，金门啦吼。再来450稻米、40篮乌糖、3担半的婆吼，一箱。真歹的即个镜铃，3担迄个苎麻吼，是
实在是，我阁袂记即个字是毋是读做字。对啦，歹势吼，地麻吼，地麻迄则是土。我看地布芒场地吼，就是芒大啦吼。在地在地就是种地吼。地啊衫布地，另外是读做土。草的名，或者是麻的类，所以应该读做土麻咯，吼，比麻较幼。土啊长，地啊长，地应该就是土啦，吼。地麻也是土麻，吼，三担地麻，三担土麻，30大罐的鲜仔麦仔酒。哎，我是要安怎记即个一寡词，实在是一寡字直早几落摆，阁袂记吼。100细罐的即个鲜仔麦仔酒，206拿的面环，332捆粗肥啊，甲19包麻布。有两只是对片湖来，是在石头来。我进前吼，一直咧想讲，即个台语啊，到底是词甲头吼是要安怎分啊吼？因为我感觉词甲头吼，伫华语内底的语境，词甲头是无共伊啊，词是较幼的吼。譬如讲，伫咱庄骹咧堆水，迄水缸吼，迄翁啊吼，迄就是头。迄袂去讲迄个咧瓷啦吼，瓷灰啊碗咧，大家知影，迄就是较幼的迄种上釉吼，迄种叫做瓷啊。瓷甲头伫华语内底分就清楚，但是伫台语专叫做灰，我就感觉就奇怪吼，因为像迄个水缸、水翁吼，绝对你袂去讲迄是灰啊吼。但是你要安怎讲迄是啥呢？我都阁毋知安怎讲。知影再甲我教一下吼，尤其是若熟悉伫个即个杏药你做即种肥仔吼，看伊安怎讲。8月22，风甲天气如同昨昏，对边地船较白的河内落闪落的好物的工作，抑阁逐工咧进行。今仔日也甲要载往日本的商品啦吼，按照昨昏的决定，全部拢装去边地船 Hellegasburg 号，沿岸就拢爱装好，要去停伫个即个海路上，也互该船的主管出航的命令吼，并且交互因一张要写互 Rainier van Chun 阁下的德批吼，对，所以即个日本遐的迄个大头家，迄个主管吼，换人啊吼。我记得之前伊个倒船倒来到台湾，敢若要转去印尼的款，我袂记伊名啦吼，听读伊名，即摆煞袂记。好，安尼换人啊吼，即摆叫做 Rainier van Chun 吼 ，TSUM 吼，春，我就读春吼，春吼。有4只篷船对西南沿海来遮入港，合计坐有149个人，再来余下的好物。92篮乌糖，260稻米，6篮茴香，140捆茶帮，138包麻布，1篮茧绫，3篮空眼布，750篮面环，200篮冰糖，150斤油，88担盐，33袋吉酒的纸，40担糖浆，甲600袋庄仔，以及一寡杂碎。8月23，温暖舒适的天气，风大部分是对南方吹来。边地船Hellegasburg 号就趁风起定，约落伫8点钟来，8点的时阵驶出本港。
渐渐来驶出阮的世界。有一只芳船航王打狗，也有一只航王片乌，拢敢若在地床软，合加做23个死仔人。8月24好天，风对西方吹来。有4只芳船对西南沿海来遮入港，合计做97个人，再来170道米、24篮乌糖、150担盐、200担糖浆、50丛迄个果子树。这应该是果子栽啦吼，你无可能栽大树嘛吼。1200道茶帮，4道麦仔，9道4道啦吼，4道麦仔，9道豆仔，7担丁仔，2担皮加4担油。也有一只芳船是对片乌仔小圆石来遮入港，有一只芳船来自竹产，再来14篮鹿仔肉甲1,000领鹿仔皮，合计做24个人吼。我若看竹产，我拢特别注意啥物件吼，看拢是鹿仔肉、鹿仔皮尔吼。看来阮竹产即马即个时代，阁是拍拉尔吼。这无意外啦吼，因为我进前看到我咧查阮家己庄头的即个历史的时阵，去查即个新竹县的即个县治，我袂记叫啥名咧，日本时代的。无应该是讲搁较早进前，伫咧大清朝的时阵，就已经开始有咧写吼，叫做什么新竹采风录吼，新竹采风录即种吼。讲起上早的时阵，阮即个庄头的历史，就讲到我即个庄头是伫倒伫竹北哦，所以是新竹头前溪，就是你即只咱定读的竹产溪吼，头前溪北边即片平原吼，平原地边地啦吼，因为搁往北去就新丰湖口，迄是大地啊吼，较悬的即个大地吼，所以即个边地。竹北平原吼，伫咧新竹采风录，就是讲伫咧新大清国的有史记载以来，一开始是无人住吼，竹北平原是无人住，但是伊是啥物所在？伊是即个岛卡斯即个原住民因拍拉的拉场，就是讲伫咧。在清国的时阵，即个位啊，本来是规划就是因的拉场，袂使讲规划啦，就是本来本来是人因咧拍拉的所在吼，因嘛无住伫遐吼，奇怪，为什么无住伫遐？我无理解吼。后来当时开始住人的有历史记载以来，就是讲后来即个岛卡斯因伫咧即个。竹产遮吼，本来其实因较早就是住伫新竹区即个两林区啦吼，新竹市的两林区就是，我嘛袂当讲两林区，应该就是讲差不多啦，新竹市两林区啦吼，新竹市的即嘛市政府甲即个北门迄到位啊，较闹热迄到位啊吼，我无介清楚吼，反正就是可能是城隍庙吼，阮拢讲上庙迄到位啊吼。迄是较早岛卡斯因住的所在，后来因为大清国要踮咧竹产要设一个城嘛，毋是设城，要踮咧竹产要设一个办公厅就对啦，要叫做淡水厅。所以呢，因就即个大清国的即个官员吼，就甲即个原住民岛卡斯原住民甲因赶走吼。因本来就住伫遐，因拢用即个竹啊围起来吼。住伫迄遐一个算一个砖头安尼就对啦。结果人迄个砖头毋是介大吼，细细个大清国的迄个官员咯，叫啥名袂记吼，就甲因赶走，赶去北边吼，赶出即个赶到北的即只，伫咧即个溪埔边遮住。迄个所在叫做南嘛吼，南嘛等于你听下知影，绝对饮水的所在吼。OK，后来呢，因则
因为是定定饮水因是爱挡袂住吼，所以因着迁徙去北边吼，就是过即个头前溪去因较早无去大所在，因较早咧拍蜡所在尔吼。就是我即个我虽然出世的即个庄头吼，甲附近一个所在叫做新社吼，就是因新的社嘛吼。啊，咱嘛遐其实叫做旧社啦吼。应该是叫做旧社，我应该叫旧社啦对吼。旧社咱嘛是拢是迄共一位啦吼。啊，所以呢对旧社搬去新社吼，这就是阮新竹产的即个历史安尼吼。啊，所以为什么我讲遮长，就是讲，所以我看到讲400年前因敢若有法度再出啥物？输出即个鹿仔肉落皮啦吼，都会当理解嘛。就是伫咧大清朝，都是安尼讲诶吼，就讲即个阮竹北即遮阁是因诶腊肠吼。所以当然因伫咧竹田遐是毋是有咧种植，我毋知啦吼。至少阁有咧拍啦是事实啦吼。好啊。竹田的历史，毋是干那讲竹田。我较早拢想讲，是因为大清国来即遮哦，种竹啊做城，所以叫做竹田城吼。这真正是完全是误会吼。你伫咧迄个荷兰人所写的记载内底，都已经有竹田即个名吼。我袂记原文安怎读啊吼 ，T 什么 C 偌济吼 ，C 什么吼，也就是讲。根据人因的考证，就是这就是竹田嘛，就是新竹嘛，吼。所以迄个竹啊城即个地名的来源应该是错误啦，吼。之前捌讲过啦，吼。我嘛是伫咧读这个时阵才发现，奇怪，为什么到迄当落即个名吼？竹田。好，咱继续转来读历史吼。想到就讲啦，吼，讲较远去啊。8月25甲26，风甲天气悠然像昨昏，有4只澎船对平湖来遮入港，拢是在石头来的，合计做44个死仔人。也有1只澎船是对死仔沿海来遮入港，做16个人。再来陆海货物，30担盐、10罐油、10袋米、20罐糖浆，甲500袋的砖仔。我拄则所分享迄段清国官员甲即个斗甲原住民赶去即个旧社即个吼，这是我听另外一位对阮新竹、对阮即个竹田史有研究的另外一位先生所讲的，我伫咧哪里有听伊讲的吼。我家己名也袂记啊。伊是外省人吼，就是算即个。毋是像我即种老新竹的吼，讲老嘛无介老，我是第7代尔吼。啊，伊家己去考证啦吼，讲即个就是大清国迄当阵什么种竹啊围城有无？伊认为这应该毋是，应该是人因本来即个。原住民就住伫遐，哦，啊，因本来就有种竹啊伫遐，就住伫遐，所以这是共赶走占人的地做王吼。就是大清国的官员，就是派你来遮要建设一个厅地，结果你就上紧的方式就是甲人赶走即个名，即个所在占来做我的即个所在嘛吼。啊，因为伊还阁起城啥，迄拢爱钱嘛，爱人工啥，伊即嘛用即步上紧啦吼。这是我听迄个人讲的吼。所以讲，清国官员来遮设置种竹啊做城，即个由来吼，这是我自细汉所听，或者是伫咧资料所看啊。即个错误的印象吼，除了咱即马对荷兰人所留落来即个地名竹田，吼，知影讲即个根本就乌白讲吼，即个地名来源乌白讲。第二个，互我有即个印象，就是我进前讲即个人所讲的即段故事吼。伊讲即
毋是清国官员来遮政敌啊来做啥吼，所以无着是敌啊发足紧的，但是伊敢若迄人有考证啊，讲无可能遮尔紧吼，意思就是讲伊去查无可能遮尔紧，伊一定是人本来原材都已经住伫遐所种好的吼，所以这两条就会当看会出吼，迄个记载真正是清国官员有时吼做代志，互你袂相信的吼。写是安尼写，实际上毋是安尼吼。好，8月27号，咱继续读落吼。我毋知影讲即个西那人即种好六好达吼，咱昨暗学着吼，即种讲白贼好六好达即种习性，即种惯势到底是安怎来吼？到底是偌久以前就是安尼啊吼。我这两天看到一个人所写一篇文章，讲伊伫个西那遐，伫上海捌换一间公司还是啥吼，反正就是迄当阵要招员工，敢若是100外个还是安怎吼？伊看过100外个吼，面试过100外个吼。伊讲伊个印象中，其中有1/3啊，字字我袂记啊，讲。真正是拢乌白来吼，讲白贼啊，即个伊个履历顶头乌白写写假写无毋若讲白贼做假无用心，连白贼都无你用心，就是一来一问就知影，即根本就家己都毋知影家己咧写啥，家己都毋知影家己咧讲乌白讲啥就对啦，撒开乌白纸安尼啦。一问一开喙就知影伊讲白贼就对啦。讲竟然占100个，讲占差分，毋知我记2/3啦2/2，反正足多就对啦。伊讲，所以伊就讲，这是真的，伊完全相信另外一个导演吼，一个导演我袂记一个查某的导演啊，讲西那国是一个方言之国，就是完全讲白贼的国家。一个方言之国就对啦吼，讲伊写即篇文章的人，伊讲伊完全同意迄个导演所讲的，因为伊经验实在太歹吼。我要招人来，你来你遮尔，你上无你要讲白贼，要甲我讲好啦好，大概话你嘛拜托小拍一下稿的吼，一开喙就听就知影你根本就是句骹就说出来。好，实在伊讲真正无法度想象，讲为虾米有人法度安尼讲白贼即种安尼一开喙就是白贼的即种吼。咱昨昏有学着吼，一吞烂就知影要烂一吞就白贼就啥物？我袂记是啥，对一个白贼就起来吼，应该是白贼吧？我袂记是对一个词吼。好，咱继续看吼，8月27。阴暗又搁落雨的天气吼，凉风对北边吹来，有一只篷船对西那沿海来遮入港，坐45个人，载来2篮的丝丝，1篮的料潮，50箱的丝帽啊，90担的乌糖，20篮的面粉，4包空眼布，130包薰草，320罐西那麦仔酒。40担盐，10罐糖浆，6包麻布，40袋米，2000个粗肥甲25捆的茶棒吼。最近阮听到可靠的消息，讲有一寡厝地声望较低的西那人，以有声望的西那人的名去登记因的农地，另外佫来啊吼，400年前就来啊吼，就来用即部奥步吼。就是讲白贼嘛，我做假的吼，借用因的信誉来付利息，贷佫较侪的钱吼，啥物奇怪怪的即个虚伪造假啦吼，物件拢头表面用甲足好看，下底拢甲你用甲，迄实在是袂堪的实在是袂堪的去探查，袂堪人去，袂堪要去互问的啦吼。即种
即种代志吼。因此呢，今仔日伫咧议会里来决议吼，哇，恁就拢用即种奇奇怪怪奥步吼。今仔日议会里决议，最近将会告示来通告大家，以后若有即种随便的承担，若造成别人金钱的损失，阮就将会没收因的财产来作为处罚，吼，就是爱安尼吼，才惊吼，啊无你看。借别人的名来登记农地，然后再去有法度，因为家己歹名声、好名声会当大搁较做钱，安尼吼。好，也要伫咧该告示来通告大家，若含公司有债权或者是债务的人吼，债权甲债务的歹势吼，债权甲债务的人，拢必须爱到秘书处。即个借款簿啊登记，登记应该收回或者是应该爱还的金额，以免有人去拍牌名誉，并且爱通告以后任何人拢不得胆敢在无物主的合法授权之下，摕因的不动产去抵押借钱吼。所以，佫毋是即个人同意互伊去笑，互伊摕去笑吼是，这是到底是安怎？人无同意，佫有法度甲人的不动产摕去借钱吼。违反者无论如何拢会受到处罚。又佫因为迄个有害的跋筊伫咧生仔人中间，含一寡荷兰人中间，佫相当的迄个事件吼。就是跋筊啦吼，因此嘛，决议讲要伫咧上述的公告内底重新以前通过所处的即个罚款甲处罚的禁令袂使跋筊就对啦。好，因为伫咧淡水甲鸡笼已经藏有大量的涂炭等等的物件，因此决定讲面对迄阵较白的号，爱载着上述两位即个城堡所需求的号码，并且爱为着要去载迄寡涂炭，将会伫咧最近派去遐啦吼。因为讲即只较白的号无适合派去日本吼，所以就派去即个北部鸡笼淡水遐吼，要载真侪即个精生，就是牛甲猪吼。去猪笼这什么意思？去猪笼，讲老高什么理法？因为迄边欠客食物，要载一寡精生过啦吼，也决定讲，迄只快艇 Brunswick 因为欠客大船吼，所以爱留踮咧遮，随时准备好来出航，以便本来讲即只快艇是载去偏湖啦吼，即嘛是安怎？即嘛佫有另外决定吼，以便讲，若是伫咧即个中间有迄寡对马尼拉甲巴达维亚要来的船啊，无准时到的时阵，即只 Brunswick 特别带本柜最后的批信，上万伫咧9月3号到4号，要对遮出航前往Nagasaki吼。又佫因为下设上有员 Jacobo Nobe 是淡水城堡甲鸡笼城堡的主管。社批来阮请求诉处讲，因为伊继续咧破病，请派别人去接替伊的职务。因此呢，也决定讲要派下设上务员 Anthony Plokhoy 吼，去遐来接替伊的职务吼。伊是被认为是适合担任即个工作的人吼 ，Anthony Plokhoy。8月2、8、29，8月要结束了吼。咱今仔日8月应该有法度读了。落雨的天气方向多变，面对迄阵较白的号，今仔日落了所在材料等等的物件，并且已经准备好，明仔载起要装载淡水甲鸡笼需要的物件。有就是要载精生去啦，迄边欠食吼。
有一只篷船对西南沿海来遮入港，坐14个人，载有30担甲10担的10篮的白糖。8月31号，四是真水的好天。今仔日将淡水甲鸡笼所需要的物件装入去即个平底船壳尾的号咯。今仔日也伫法务议会处理几件刑事案件，其中一个人被判决死刑。有2只篷船对丹角来遮入港，坐12个人，载来10担咸鱼、90担茶甲80担做糖桶的茶帮。好，继续来看9月。吹晴朗炎热的天气，风对南方吹来。昨昏判决的人，今仔日伫通常的时间甲地点来确实处刑了，死刑的啦。有2只篷船对北部的淡水来遮入港，坐25个西南人，载来陆下的货物，50担盐、300包薰草、12罐阿拉酒、11担冰糖甲10匹的空眼布。也有一只篷船来自鸡笼，坐16个人，载来800稻米甲40担藤。有下日的船只出航前往几个所在，合计坐47个西南人，就是有一只篷船航往小琉球，只敢若载地出门；有一只篷船航往偏湖要去载石头；有一只篷船航往北部的淡水，载去40担盐、20篮糖、100包薰草甲20匹的空眼布。有几个南部的长老来遮，只敢若是要来参观上述的即个处刑长官按照习惯来接待因，并且赠送一寡空眼布因所以即个处刑的这可能毋是荷兰人这个死刑的佫太过教教9月初2，风甲天气犹原像昨昏。中昼过了无偌久，有一只西南人的篷船甲阮讲，伫咧偏湖有看见2只荷兰船停伫遐，因此阮遂派一只篷船专程送一张批去偏湖，互迄寡船的主管命令因随通知阮因即卖状况，以及迄寡船的名称等等。若是接水无超过13尺半，就会当来直接来航来即个台湾遮有一只高野船对北部的淡水来遮入港，坐5个人，载有700担的葱仔，甲一寡杂物一寡杂碎。也有一只篷船对西南沿海来遮入港，坐69个人，载来陆下的货物。29包麻布，1包蓝色的空眼布，154袋米，12包书写用纸，21袋烧麦，22袋水，80斤油，20大罐的鲜奶麦仔酒，2袋的豆仔，44个铁袜，3篮的面膜，甲25包薰草。9月初3。温暖又阁舒适的天气，风对北方吹来。要暗仔大船 Snook 号甲 Junker 号迄寡下设商务员对偏湖来到遮，因坐一只西南人的篷船来到遮这2只船就是昨昏所听讲的啦是伫咧顶9月30号对马尼拉航道来到偏湖俄罗上帝。因载着一张司令官 Martin Garrett de Vries 的批来互阮，所以即个印尼的司令官是印尼遐的总督换人我就看一下一对注卡第1条无写好。好，咱继续看讲早着一张即个司令官的批来互阮，是顶9月10号伫咧卡普尔岛附近的大船威索号顶头所写的。所以即个司令官毋是
毋是印尼总督啦，司令官应该是因即个，可能是因舰队，还是因即个船的即个主管的款吼。对，看卖什么消息？好。OK， 大家对。即张批啦吼，是伫咧大船顶尾数号顶头写吼，对该批抑阁有详细记载日记甲其他的物件吼，来知影下述的状况。好，就是自从阮的攻击舰队来到马尼拉附近了后，上述的司令官以及其他的官员，就是拄则迄个司令官叫做 Martin Garrett de Vries 吼，以及其他的官员，拢遵照东印度议会议员阁下的计划，全力去追击迄寡因的即个，就是迄寡西班牙人的船，但是到今拢无啥物收效，吼，无啥物效果，愿上帝来改进。上述阮的舰队吼，拄则讲迄只舰队伫咧沿岸顺翼了真久了后，捌伫咧6月26号伫咧恩波加蒂拉附近拄着2只西班牙的大篷船，就是死者前先进也捌带阮的4只快艇伫咧3个最后一天海检过的迄2只西班牙大篷船吼。但是看到因伫咧即个优势所在吼，四色阁有真侪即个暗礁吼。我方迄寡朋友吼，就是阮的人啦吼，找无出方法来近我敌人，所以就伫咧后来7月25号对遐驶对马尼拉海湾，敌人看见阮的即个操作吼，看阮即个动作。所以就用着即2只大篷船以及迄2只作战用的即个篷船对后面来跟踪阮的船。因此7月30号暗时双方中间发生激烈的战斗。8月初搁再度激战，我方的人虽然勇敢来战斗，因为有真侪士兵破病，船搁碎只，大炮也真轻，所以只敢若是拍一个平手，并无取胜。抑阁丧失迄只叫做 Garju 船吼，即是啥物船吼？叫 Garju， 名叫做 Visk 号吼，丧失即只船，甲快艇 Breskens 号，即2只拢装备做即个河船吼，拢伫咧攻击力以前就去互拍伊啊。迄只快艇呢？快艇是对只啊？快艇应该是 Breskens 吼，迄只快艇 Breskens 被敌人的炮弹弹着，沉入去海底。迄只高级船吼，名叫做 Visk， 迄只高级船吼，被敌人用家己的火来烧歹去，用火攻就对了吼。我方伫咧战斗中，除了丧失迄寡珍贵的各种船顶的用具。粮食甲作战用的即个枪支、火药等等以外，有19个人死亡，58个人受伤。就安尼，上述我方的舰队吼，因为真侪人的死亡甲破病，敢若剩306个健康的人吼。即个舰队目前阁剩3只船吼，就是大船尾数号、雷帕号。Hemskirk 号吼，虽然安尼，迄寡朋友也是伫咧英勇，去竭尽，我即个竭阁袂记，我记敢若是竭吼，竭尽因所能来继续执行命令，就是阮的迄寡朋友英勇竭尽所能继续执行命令。我阁查一个吼。我相信这是最后一摆哈，竭尽的竭。
结对结晶所以我都有印象了表示我读较来有一点印象了迄寡朋友呢，因英勇来结尽所能，继续执行命令，因此来阮告急啦就是所以两只驶来片叫做 Snoke 甲 Jonker，但是这两只毋是拄则讲的剩来3只，可能是其中3只大船啦这两只小只船吧，可能啦蓝队可能毋若这3只。这两只就来阮告急，请阮赶紧对遮尽可能加派援军去支援上述船只也送83个活掠的人来遮，是被我方的人伫马尼拉几个岛屿所掠到的阮也收到上述船只的主管寄来的2张批，四期是本个月1号。佩尼甲阮讲，因的士兵纵放恶劣，因为大部分的人拢去得到坏血病啦我毋知坏血病要怎讲。我来查一下看我倒出着。无。即种要找有可能较困难我看，我查一个下英词典看看，我应该先查看英文要怎讲白血症。英语叫做 scurvy， 俗称叫做水手病就是较早船员拢会得到这个病白血水手病，或者是 scurvy 我看 scurvy 用英文去查下英词典 scurvy 无找台语敢会有？白血症找台语有找到1979年 Marino 英大书店伊就收 scurvy 伊用的音是白血症拄则白血症各位 OK 白血症。哟，我时间念超过安尼，歹势我超过5年，我家己阁毋知好，安尼今仔读到白血症遮就好啦反正就是因为因的士兵状况恶劣嘛白血症啦、水肿破皮甲真厉害。好，安尼咱明仔载再阁继续读落今仔日读到遮9月初3。好，我来关房咯。